这届东莞大露营最近伫咧韩国举行，不过有传出着吊沙网等等的问题。英国、美国等国家呢已经有甲因的东莞成员撤离营区，咱的教育部也讲要撤离。另外，受到讲这个风台卡路影响惊发生灾情，今仔日主办单位也宣布讲，所有人拢爱撤离。第25届世界东莞大露营8月7日开始伫韩国新万金营地举行，不过因为当地官员第一天就传出将近400人吊山，和英美等国的东莞成员陆续撤离营区。Over the past 24 hours, we note the significant resources which have been mobilized to improve the campsite's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o help participants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severe heat wave affecting this country have had an increased improvement. 未少台湾家长看到囡仔状况，陆续向总回来问。教育部表示，考虑风台要到位，也有真热、网通这因素，东莞总会初期已经正式向大会请求撤离。这里的原因是第一个台风也要到，也有一些部分不是全部的部分团员的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跟大会正式提出撤离的要求。教育部表示，回程的机票甲后续观光参访行程拢是家己出钱，因为台湾代表团的人数未少，除了按将营地复原以外，后续都会安排，也需要韩国方面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